各位朋友，大家好！喺呢個黐晒線嘅世界，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心境同頭腦嘅愉快同平衡。上一集探討咗點解印度會有咁多性暴力罪行，呢啲話題堅係沉重。不過我覺得同大家分享我嘅觀察係有必要嘅。講真句，印度咁大，喺唔同地域就會遇上完全唔同嘅語言、風景、習俗、文化以至飲食，真係好鬼神奇。更難得嘅係好多地方都仍然擁有淳樸又迷人嘅景緻同人情，而且消費依然係勁低廉。咁當然除咗德里孟買呢啲大城市啦，所以如果冇咗嗰啲臭名昭著嘅性暴力罪行的話，咁印度絕對係一個旅行者嘅天堂。可惜事與願違啊！咁當然冇遇上任何事故嘅遊客都係佔大多數嘅。只要謹守以下嘅安全溜達指引，咁出事嘅機會就會低啲咯。嗱，一跟團呢個當然係去印度最安全嘅玩法，差池極低。二，如果選擇好玩得多嘅自由行的話，咁就一定要結伴同行，人數越多越好，而且要有男性同行者，呢個係好緊要㗎。其實唔係淨係安全嘅考慮，喺印度呢個男權大晒嘅地方，女人講嘢冇牙力，要促成任何事或者問路求助等等，由個男人開聲會得到多啲嘅注意力咯。冇計啦，各處鄉村各處例。三，無論人數有幾多，點樣光天化日都好，都冇必要避開幽靜嘅地方，因為越幽靜嘅地方就越加危機四伏。唔幽靜嘅天然美景喺印度真係有大把，所以唔想因小失大嘅話，咁就咪踏足人煙稀疏嘅區域啦。真係冇比較就冇傷害。縱觀星馬泰、日韓以至越南呢啲東南亞國家，當地嘅女性都唔會好似印度女人咁活得咁壓抑、咁唔安全。尤其係啲越南女仔，我見佢哋穿戴光鮮亮麗，唔少仲着得貼身性感，坐喺電單車上面飛越大街小巷，英姿颯颯，咁嘅情景喺印度簡直係完全無法想像。不過印度係充滿奇情㗎嘛，大環境對女性點樣壓抑同不公都好，總會有啲拒絕認命、發奮圖強嘅女性，做出令所有人，包括佢哋自己，都無法想像嘅成就。今日就等我媽大家講下兩個印度神奇女俠嘅故仔啦。嗱，第一個係17歲嘅 Shidal Devi， 我哋叫佢 Devi 啦。同所有感人勵志嘅故事一樣，Devi 梗係出生喺一個窮苦嘅農村家庭啦。爸爸又梗係一個冇受過任何教育嘅農民啦。更慘情嘅係媽媽懷胎嘅時候，Devi 感染咗一種罕見疾病，兩條臂膊無法生長，所以出世嘅時候就兩肢不全，慘慘豬。不過萬幸嘅係佢父母點窮點冇受教育都好，都冇將 Devi 當棄嬰咁處理，由養育到提供教育都盡做父母嘅責任。而 Devi 都好生性，為咗做到絕對獨立唔麻煩人，佢練就一副好身腳，手做到嘅腳完全都做得到，由進食以至上堂抄 notes，雙腳乜都搞得掂。總之喺我哋呢啲四肢俱備、五官不缺嘅健全人眼裏，只會睇到 Devi 會終生為生存而掙扎。殊不知 Devi 以雙腳輕鬆駕馭生活起居以至學業之餘，仲能夠成為一個奪獎牌嘅奧林匹克運動員。獲獎嘅時候，佢只係得17歲啫。Devi 點樣開始接受射擊訓練嘅說法有好多，
咁我當然會為大家挑選食花生指數最高嗰個啦。話說 David 嘅屋企坐落喺印度西面嘅克什米爾邦，呢個邦係同巴基斯坦接壤，喺政治同軍事上都係高度敏感。喺呢度駐防嘅印度軍隊比其他任何一個邦都要多得多。而駐軍嘅其中一個任務就係要監視尋常百姓家入面會唔會出現宗教狂熱分子去計劃同發動恐襲。話說喺2021年嘅某日，一班軍人冇見到乜嘢恐怖分子，反為見到一個毫無手臂嘅靚妹，用雙腳爬樹嘅本領竟然同啲馬騮一樣咁了得。讚嘆之餘，亦都為呢個神奇女孩嘅潛能作打算。佢哋突然間想起有個熱愛射箭嘅退役軍人 Gurdeep Wadhwan， 我哋就叫佢 Wadhwan 啦。阿 Wadhwan Sir 開辦咗一間射箭學校，希望多啲人可以接觸、認識同參與佢嘅心頭好運動。David 當然唔知射箭運動係乜東東啦。經過 Wadhwan Sir 嘅推介，2個月之後 David 就開始接受正規嘅射箭訓練。其實我自己都好鍾意瞄準投射呢個玩意㗎。基本上我好少會正經咁去掉垃圾咯，哈哈。咁 David 接受嘅訓練當然唔係講嘻嘻啦。其實佢原初嘅夢想係要做個老師。所以佢點都堅持要返學，而喺返學之前，佢就要練習射箭2個鐘，放學午飯後再多練2個鐘，接住係1小時嘅體能鍛煉，最後就係2小時嘅瑜伽同冥想。嗱，除咗咁超規格兼紀律嚴嘅訓練之外，射箭配備，尤其係嗰把弓嘅設計，都有好多學問嘅。由於冇手去拉弓，所以就要將把弓安置喺肩膊上，而嗰把弓係需要有一定重量，先可以壓制放箭時所產生嘅震盪。David 嘅體重唔到50公斤，而晾喺膊頭上嘅弓就超過27公斤，咁即係超過 David 體重嘅一半。不過地獄式嘅鍛煉同孭喺膊頭上嘅重量都冇將嬌滴滴嘅 David 壓垮。佢由2022年11月加入射箭學會，正式接受訓練。6個月之後 David 就開始參加國內嘅比賽，贏取獎牌。2023年5月，佢去到捷克，首次參加國際賽事，就奪得2銀1銅嘅佳績。而喺去年嘅巴黎傷殘奧運比賽中， David 雖然只係奪得1個銅牌，但係呢位17歲少女嘅自信同風采令舉世矚目。好，今日我哋就講到呢處，下次再為大家介紹另一位印度神奇女俠。Namaskar。